创第二个啊，设定，这个卖拍迄个。选白维基。啊？设定爱选白维基，即马选白维基，是这种设定你选白维基，才选白维基。选白。有啦，我创好嘛。我拄来你交唔着迄个无去创掉，所以你用装的时阵，伊会出来。啊，这个层的位啊，你甲改做罗马字 SEN 型，哇，伊这教育好诶。所以这个设定恁选是带路爱选白维基诶。主要就是迄个关系啦。所以我互咱知影讲，你若数量少诶时，会当这样做。OK， 安尼你甲对看卖啊，至终确定。迄详细去详细去，你会当改到落去了。这个大小。有无？先讲大家面顶有注意嘛？所以你会使用这个。啊，若基本找的时，做若找的时，爱练到再来甲咱迄种网络形成哦。你昨转有试过啊？这就是讲我的个性比较急性哦，爱创这个。OK， 安尼数字化到啥问题？无要紧啦，恁有一个 idea 了，比如去学的了，恁就较早来遮金讲看嘛。我主要伊重点，互咱大家知影。啊，这有分台语、客语哦，所以你爱注意。我咧热迄强顶了有一摆讲，我会做这个，咱拢无去。结果叫讲伊是甲做客语的。客语的时阵管客语台语管台语，所以你一定爱弄清楚来，这个所在设定的。过来就是讲无连字符的我有想要讲者，这个数字化你开始创的时阵，迄当时就是讲我负责募款尔嘛，另外一个负责这个思考，所有的拢嘛等待入的，所以足侪重复啦。重复的真个毋对的，迄拢留伫遐嘛，一直拢无法度改啦。到顶年迄个 COVID-19 刷我转来的时阵，才找着阿勇，迄个阿勇你知嘛？迄较台语阿勇个，伊的电脑足好个伊替咱写即个程式啦，就是即个你甲教育的说明书整落了后，你就会当拍迄个台湾字母连字符啦，迄连字符伊自动会无去啦。原来爱有的伊嘛要有会当选啦，所以保留原来的，但是加一个，互你选无连字符的啦。伊拢讲起到时间还未创掉，迄拢加了时间了。迄个迄块无路用，甚至讲你加拍一个加了时间，要印刷的时阵，印刷的油墨嘛会加出来，所以迄个无用力较低调，会当生足济就对啦。所以我拢咧努力这方面的所以即马你看了这个这拢是开始拢会无连字符的正评这就是台湾字啦。我要安怎创落去两边？这个是会给咱刷较过来。
伊即个点这卖爱的，哦对安尼，哦对，好诶。所以正名，这就是你看迄个，拢无练字符啦。我说做读册，你若学会晓了后，头仔开始你搁会需要来甲你帮衬哦。啊，你若学会晓了，你若无练字符，看起继续轻松啦。安尼咱台语的文字才会正常化。早袂叫王玉德讲，咱敢若你做大嘴咧哦。啊，迄外国牧师讲免带来，那个练字符了者，那练音。哦，迄无路用的哦，啊，所以阮即马内底渐渐，我是拢较实践派的哦，啊，讲落遮会好，啊，就直直做咧，啊，大家来看卖啊，哦，啊，这较重要内底一个台语拢有啥物啊、狗啊、鸡啊，啊头前定啊，拢有迄个注音嘛，所以啊的头前爱加一撇啦，安尼来解决，啊，无你会足歹读的，啊，讲阿公阿嬷迄个啊的头前话啦爱加啦。啊，无你阿公的先会读作压去啊，哦，啊，所以你阿公毋是压公的，哦，所以遮个问题渐渐下个遮个学者出来时，大家来讨论咯。啊，恁老厝里遮已经有遮个物件诶，遮个物件，就讲阿用的卡条这吼，你来看这若有迄个。迄个哦，伊讲是汉罗啊，甲迄个台湾字对照啊吼，啊，敢佫有读的吼，有啊，这声要到出来。啊有啊 ，OK。这个读的，好足够的。所以下届，这个网站是公开的平台吼，你读的中间你去看，对一部分你会晓做想要做，你来甲我讲吼，趁我也看者，来甲我讲的，啊我会互你做，你紧做就会紧进步啦。我今仔有安尼主要是做遮的去学习，你一定爱实在落去做才会进步。啊，甲我讲理论袂进步啦，吼。理论讲到安怎啊？我的人是较实践派的。